計出將近10年嘅 TVB 長壽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正式官宣迎來大結局，橫跨近10年嘅禁幕溫情就此畫上句號。對於無數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內地港劇愛好者嚟講，呢部日均播出一集，陪伴千家萬戶晚餐時光嘅下飯神劇，早已超脫普通情景劇嘅定義。佢成為一代人刻喺煙火日常入面嘅習筆回憶。自開播以來，劇集憑藉生活化嘅鄰里日常，洪家一家人暖心聯碎嘅親情，輕鬆漸銀嘅市井笑點，貼合香港本土民生嘅劇情，長年穩居 TVB 晚間黃金檔收視榜首劇集近10年播出，超過2300集，陪伴一批觀眾由中學走到職場，由單身步入家庭。洪樹根、洪家三姐妹接龍公司一眾員工，早已好似身邊親友一般鮮活立體。劇集收官消息官宣後，劇中元老級演員常駐配角粉粉喺社交平台發文感慨不捨，眾人晒出劇組10年合照，片場幕後花絮，感念多年搭檔情誼。演員亦公開喊話 TVB 高層，期待未來全新處境劇全員再度合體搭檔。延續呢份人莫緣分近呢份溫柔嘅告別氣氛，從官宣收官之日起就被割裂開來。溫情之外，全網積壓數年嘅負面情緒徹底爆發，劇集落幕嘅遺憾，拾集住觀眾長久以來嘅不滿同抵觸。祝福從來唔係全網唯一嘅聲音。近年《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劇情口碑斷崖式下滑，早已係港劇圈公認嘅事實。口碑崩盤嘅核心導火索，始終圍繞兩位戲份持續暴漲嘅年輕演員展開，分別係飾演神婆新蕊素嘅古佩玲，以及飾演風小龍景峰嘅陳俊廷。近3年劇集創作邏輯鐵底偏向二人，編劇不斷為兩人增設無關主線嘅支線戲份，私密獨處橋段宿命感情線與此。同時多位陪伴劇集開播數百集，擁有全民路人緣嘅高人氣元老角色被邊緣化，強制捨離無數深耕多年、細節飽滿嘅鈴幕情侶被官方強行拆散，徹底打破咗整部劇集平衡溫馨嘅群像基調。長久以來，觀眾追劇嘅核心動力係熟悉角色嘅雙向陪伴、原生家庭嘅自擾激撐、細水長流嘅專屬愛情。而 TVB 刻意傾斜資源、改寫劇本置換人設嘅操作，一點點消耗掉觀眾積累近10年嘅情懷。眼見劇集即將正式收官，觀眾隱忍數年嘅不滿徹底抵達臨界點，社交平台頓彈 TVB 官方評論區，全網刷屏式發聲質疑劇組強行加戲，高層偏心式資源傾斜，古佩玲直接成為全網輿論眾矢之嘅。幾乎所有劇集口碑下滑、劇情崩壞、情懷破碎嘅罪責都歸集到咗佢身上。更有大批資深劇迷直言，原本可以平穩完美收官嘅國民獎授劇落得口碑崩壞，全網差評收場。古佩玲以及幕後力捧佢嘅團隊需要承擔絕大部分責任。呢份鋪天蓋地嘅指責並非一時興起，將時間撥返7年前古佩玲入行之初，全網對佢嘅質疑同抵觸早已注定貫穿佢成個演藝生涯。自從踏入香港演藝圈開始，古佩玲身上就貼住撕唔掉嘅標籤，空降港姐豪門背景 ，TVB 專屬資源加整容變臉演技木身，由參選美到深耕劇組，佢幾乎從來都冇擁有過良性路人緣。佢一路喺全網總罵巢、猜忌嘅聲音入面被動成長。大眾對佢嘅偏見從來唔係憑空而來，一切風波起點始於2019年極具爭議嘅香港小姐競選總決賽。呢屆港姐賽事亦被無數港圈網友評為近10年黑料最多、爭議最大、公信力最低嘅一屆選美賽事。而古佩玲就係呢場輿論風波嘅絕對中心。2019年港姐競選流程公開透明，主辦方 TVB 提前數月開啟，全城公開海選兩輪線下面試資質複核，賽事歷經層層篤選，官方早已敲定14位合規參賽佳麗，全員完成簽約素顏備案、統一形象改造、拍攝賽前集訓全套流程，造型團隊針對14位佳麗臉型、氣質、風格定製專屬妝容髮型，賽程彩排、舞台走位、投票鏈路全部敲定，賽事流程對外公開公示，一切都按既定節奏平穩推進。可就喺全員形象改造、收尾總決賽彩排進入最後階段時，
TVB 主辦方毫無徵兆，官宣新增參賽名額。古佩玲以臨時空降第15位佳麗嘅身份，跳過海選面試集訓、素顏備案全部流程，直接直通總決賽舞台。事發匆促毫無鋪頓，限播專屬髮型，美妝團隊冇時間為佢量身改造造型，只能挪用其他佳麗備用裝做臨時搭配。同台其餘14位集訓數月嘅佳麗，辛苦備戰數月，卻突然迎來一位空降對手，賽事公平性瞬間遭到全網質疑。香港本地娛樂媒體連夜發文發問，全網網友集體追問：點解打破既定賽制破格加人？點解特權只俾到古佩玲一個人？背後係咪有資本人擘保駕護航？從站上選美舞台嘅第一秒唔公平，特權走後門嘅標聯就牢牢貼喺咗佢身上。賽場內外嘅質疑聲從來都冇停歇，真正將呢場選美爭議推至全網整風嘅係萬眾矚目嘅總決賽之夜。賽前全民民意調研、媒體投票、網友投票榜單中，蔡嘉欣外形大氣重藝感強，路人緣拉滿，奪冠呼聲斷層領先，係全網公認嘅預定冠軍。各大娛樂媒體早已提前備好奪冠通稿，可最終賽果鐵底眼覆大眾預判。跳過全部海選流程空降參賽嘅古佩玲，唔單止爆冷擊敗奪冠大熱，蔡嘉欣攞下年度港姐冠軍，更係斬獲176萬全網觀眾高票，攞下附加重磅獎項最受歡迎香港小姐雙獎項加持，票數斷層領先破格奪冠，令全網輿論鐵底失控。相比起其他佳麗憑實力備戰逐夢演藝圈，古佩玲嘅奪冠之路全程充斥住破格優待。對於往屆絕大多數港姐選手嚟講，選美落幕即係事業起點，憑藉賽事熱度順利簽約 TVB， 穩步拍戲積累路人緣，係標準入行路徑。但對古佩玲嚟講，奪冠唔係終點，而係全網極致審視冇盡非議嘅開端。從加冕港姐桂冠嗰一刻開始，憑咩奪冠資本內定冠軍嘅評價伴隨佢至今。選美風波過後，全網輿論重心快速轉移至古佩玲家世背景，坊間豪門背景傳聞越演越烈，多家香港娛樂週刊深度爆料，古佩玲原生家境極度優越，家族營商多年，財力雄厚，其父早年深耕內地，商圈多行業積累，深厚人脈同行業資源，同 TVB 高層私交保深，呢個亦都係佢能夠破格空降港姐，輕鬆攞下冠軍嘅核心底氣。流言發酵期間，大眾對佢家世嘅猜忌越嚟越細化，由商業人脈、圈層人脈到家族資本體量，各類版本傳言遍佈娛樂論壇，幾乎所有人都篤定佢可以一路享受行業特權，完全依託家庭人脈鋪路。面對全網鋪天蓋地內地嘅身世揣測，古佩玲多次受訪回應都言辭含糊，避重就輕，間無法正面打消大眾疑慮。佢只係對外表示聽聞身世傳聞十分意外，籠統澄清全家都係土生土長香港本地人。當記者直面追問，即基於內地經商履歷、具體經營行業、家族營商規模係咪對接 TVB 高層資源時，佢始終迴避核心問題。佢只係推脱稱丁宇同兄長常年喺外國經商，自己常年專注生活學業，從來唔了解家族撬妹細節。呢套模棱兩可、迴避重點嘅回應，唔單止冇平息議論，反而加深大眾猜忌。網友普遍認為，一意迴避就係默認背景特殊。至此 ，TVB 資源價嘅名號鐵底坐實簽約 TVB 之後，古佩玲嘅演藝之路順遂得異於常人，更加印證咗大眾心中資源傾斜嘅猜想。往屆港姐入行，無論冠亞季軍入行標配，都係長年龍套街邊路人店員背景配角。熬足2-3年先可以攞到有台詞嘅固定小角色，佘詩曼、胡杏兒、李佳芯等一眾 TVB 當家花旦，早年全部歷經多年跑組熬戲嘅階段，從零積累演技同人氣。但古佩玲完全跳出呢套新人成長規則，簽約 TVB 短短數月，無需跑龍套，無需外景打雜，刷基礎熱度，直接無縫對接多部黃金檔劇集。佢戲份穩定，人設討喜，擁有專屬人物支線出鏡資源。
劇組待遇遠超同期入行新人，甚至碾壓入行5年以上嘅二線配角演員同等入行年限下，同期港姐只能客串邊角角色。古佩玲穩居劇集常駐演員名單，資源層級差距肉眼可見。全網資源價嘅質疑再度發酵，港劇老劇迷紛紛感慨 TVB 近10年從未敢唔計口碑、唔計收視單方面強捧一位新生代小花。而業內娛樂評論人、TVB 內部工作人員私下受訪時，則俾出咗更為客觀貼合行業本質嘅解讀。古佩玲被高層重點扶持，從來唔止家世單一原因，核心根源係 TVB 當下致命嘅新生代演員陳危基。回望 TVB 黃金鼎盛年代90年代至2010年前後，台內花旦梯隊百花齊放，孫佘、佘詩曼、郭燕妮、蔡少芬、黎姿、楊怡一眾實力派花旦各司其職，戲路差異化明顯，古裝、時裝、職場、市井角色均可完美嘅執一眾花旦自帶收視底盤同國民口碑。男演員梯隊同樣人才充盈，劇組選人選擇權極大，無需刻意強行捧新人。但近10年 TVB 生態持續下行，老牌花旦陸續離巢北上內地發展，移民海外淡出定幕，中堅演員大批量流失，新生代培養體系斷層嚴重。願意深耕 TVB 薪資要求識佩服，從公司調度自帶話題熱度，外形適配港劇審美嘅年輕藝人寥寥無幾。如今台內能夠獨立扛起黃金檔收視，適配長壽處境劇長期拍攝，配合劇組改劇本，配合綜藝宣傳，冇條件服從高層安排嘅新生代女演員極度稀缺。演員儲備已然跟唔上劇集拍攝產，能放喺行業大環境之下，古佩玲啱啱踩中 TVB 新人儲備啱啱需要節點。佢年紀年僅20出頭，外形溫婉適配市井劇集，100%服從劇組調度唔抗拒，改戲加戲配合公司所有宣傳安排，外加自帶黑紅流量，常年自帶娛樂熱搜，又唔使 TVB 額外花錢造勢，就可以自帶全網話題嗰度。完美契合 TVB 當下低成本造星速成星嘅全部標準。對於年年營收下降、流量低迷、全網討論度走低嘅 TVB 嚟講，黑紅亦都係紅爭議熱度能夠直接轉化為劇集討論度、社交平台熱度，比起默默無聞、毫無熱度嘅素人新人，爭議藝人反而更有商業價值。所以業內觀點認為，唔可以單一判定古佩玲純粹靠家世走捷徑時代行業紅利，台內演員缺口自身適配性多重因素突不加，先令佢攞到咗旁人不可及嘅影視資源，可行業剛需公司資源能夠俾佢出鏡機會、專屬戲份、優質人設，但係無法為佢收割及觀眾真心認可，真正將佢推入輿論心輪、耗盡路人好感嘅，依然係《愛回家之開心速遞獎》達數年嘅刻意加戲操作。2021年，古佩玲正式加盟《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劇組，飾演擅長玄學占卜、性格軟糯嘅神婆新蕊素。佢初登場只係單元故事客串角色，戲份零散，出場頻率極低。幾乎冇觀眾關心呢位新人演員，初期觀眾對素素角色並冇惡意，隨住出鏡次數增加，角色身份調整為補習老師，戲份開始穩步上漲。短短半年時間，佢直接艱辛劇集官方主演行列，登上劇集正版主題曲官方海報，排名僅次於洪家元老主演。呢份待遇係劇組內上千集常駐配角深耕數年老演員畢生都冇得嚇得嘅官方殊榮。自此，劇觀眾危機感徹底浮現，劇組偏心式捧人已經擺喺明面上，後續劇集劇本徹底失衡，大量無關主線嘅注水戲份批量產出。就算接龍公司職場線、洪家親情線、元老 CP 感情線節奏緊延，編劇都會生硬插入素素單人鏡頭、閒逛橋段、聚餐橋段。呢啲橋段無關劇情、無關矛盾，又無法推動主線發展。唯一作用就係擦臉出鏡，拉高角色存在感。日常洪家家庭聚餐、親友聚會、節日團圓氣氛，就算素素無社交關係，都會以好友身份常駐飯桌。一地佔元老角色出鏡時長，劇集好似質感鐵底崩塌。當時觀眾早已察覺劇組意圖全網發聲擔憂，古佩玲飾演嘅素素會逐步頂替人氣女主洪心如嘅位置。
改寫洪家人設格局，為咗平復全網觀眾情緒、降低抵觸，輿論劇組特意量身定製安能專屬劇集單元。劇情中，洪樹根誤會素素刻意接近卓威，刻意爭搶洪家地位。事後全員澄清，只係一場誤會。劇中素素直面家人委屈示弱，直白坦言自己從來冇諗過，亦冇能力取代洪心如喺洪家喺所有人心中嘅位置。呢段安能劇情播出後，短暫平復部分觀眾情緒，大家選擇相信劇組保留原有角色架構，守護原有金幕傑騰。可呢份安能僅僅只係劇組公關手段，短短幾個月過後，劇情走向徹底反轉。劇組官宣以演員蘇韻芝頻繁無故遲到已犯，劇組規章制度為由，將洪心如扮演者蘇韻芝雪藏劇本，直接安排洪心如刮篤海外深造名額，強制角色出國下線，徹底退出洪家主線故事角色下線風波發酵後，蘇韻芝唔忍背負負面口碑，多次公開發聲澄清自己從業多年，從未無故遲到，全程遵守劇組考勤制度，從未消極拍戲，耍大牌夜虧，無端被扣夜紀標亂，十分委屈。離別劇組之際，蘇韻芝晒出厚厚一摞上千集，手寫批注劇本合照。字裏行間全係對洪心如角色、對整部劇集、對陪伴多年劇迷嘅不捨，全網粉絲心痛不已。直指劇組圍捧新人刻意抹黑元老演員口碑洪心如下線之後，劇本無病靜接改寫人設。素素以低價租客身份正式入住洪家住宅，徹底融入洪家核心圈層，完成全方位上位。後續劇情更加戳中老劇迷意難平素素穿搭風格、講嘢語氣、待人處事性格，因由共情人設全方位復刻照搬洪心如，原本全網追捧雙向自然、三觀契合嘅卓威成洪心如高純度原配 CP 被強行拆分。編劇強行改寫風小感情線，安排風小同素素互生情愫，打造全新風素 CP。洪家外出應酬，清明祭祖跟叔私密，談心家人，深夜談心急更，全部轉移嫁接至素素身上。對於追睇近千集嘅資深劇迷嚟講，呢份割裂感格外刺眼彷徨。曾經溫柔內贈共情家人、深愛卓威嘅洪心如從未存在過專屬佢嘅親情偏愛，專屬愛情完整人物弧光全盤平移俾新冇角色素素。素素入住洪家之後，近乎享受家人待遇，租住房屋無需繳納租金，自由出入洪家私密空間，穩居家庭核心圈層。新版主題曲全員海報中，古佩玲直接越過洪家老牌主演，資深戲骨穩居視覺中心思維，整部劇集嘅情懷天平徹底傾斜至此。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口碑斷崖式下跌，收視穩步走低，豆瓣評分逐年下降。劇集由開播初期8.2高分，跌至如今5.3及格線以下。劇集所有口碑崩壞，情懷破碎 CP 意難平嘅矛盾，身上大批忠實劇迷表態。多年追劇情懷被消耗殆盡，只要古佩玲戲份唔減，人設唔改，就永久棄劇，抵制劇集相關周邊。負面輿論像連至頂港劇社交板塊，直至近期收官前至劇情迎來轉折。洪家天台老舊破損，需要全員集資收選素素，主動提出搬離洪家宿舍，前往莊思明飾演嘅阿冰家中合租居住。呢條離別戲份播出後，全網劇迷集體歡呼留言，直言洪家終於回歸原本清靜溫馨嘅樣子，久違嘅原生家庭氣氛感重回臨幕。但冷靜過後，絕大多數觀眾保持理性清醒。網友統一表態，大眾抵觸嘅從來唔係素素呢個角色住喺邊，係咪留喺洪家？大眾抵觸嘅係劇組無休止嘅偏愛家戲。生硬二督 CP 掠奪元老角色人設拆分，原配情侶嘅操作，只要資源傾斜邏輯唔變，就算角色搬離洪家，依然可以新增獨立支線注水氣氛。觀眾嘅抵觸內核從來都冇發生過改變，除咗戲份資源劇本爭議之外，伴隨古佩玲入行全程嘅，仲有從未停止嘅容貌整容爭議。佢每一次社交平台更新穿搭寫真，都會掀起新一輪全網容貌熱議。冇幾耐之前，古佩玲喺個人社交賬號發布尖沙咀城市氣氛感街拍大片，整套造型精心打造，身穿藕粉色法式泡泡袖長款公主裙。
裙裝正面版型保守溫軟，後背大面積行空露腰剪裁，兼顧清純同輕熟氣氛感。佢手捧白色鮮花，遊走於尖沙咀瑰麗酒店、香港文化中心、海長廊，城市海景加持。原本係一組常規藝人氣氛感營業寫真，可傳網友完全冇視場景佈景、穿搭造型拍攝質感，所有諧論焦點全部聚焦五官容貌變化。多位長期關注佢容貌變化嘅網友細緻比對指出，相比半年前出鏡樣貌，古佩玲下唇變得格外飽滿主揈，唇形厚度變化，肉眼直觀，五官精緻度再度升級。伊索歷年艷幕樣貌，由2019港姐參選素顏出鏡，到入行初期劇集客串，再到如今愛回家常駐出鏡，佢面部軟組織逐年變化。佢蘋果肌僵硬感明顯，表情發力時眉眼紋路唔夠自然，笑部表情幅度受限，演戲微表情單薄。呢個亦係佢演技被吐槽做作木新嘅外在原因。網友陸續放出高清舊對比圖，中學時期參演校園 MV 原生樣貌貼底曝光。少年時期，古佩玲臉型圓潤飽滿滿臉 N 而肥，山根被當扁平低矮，牙弓微凸有輕微鏈牙，臉型偏方動感十足，氣質過素鄰家。如今輪廓樣貌尖下巴流暢，精緻鼻傍高挺立體，撩面工整順滑，五官精緻度翻天覆地，整張臉氣質大變，網友統一認定。呢個絕非自然女大18變嘅生長變化，屬於大範圍醫美調整變臉。更有多名自稱古佩玲同班中學同學嘅網友匿名社交爆料。2019備戰港姐海選前夕，古佩玲私下逐一聯絡同班舊友，佢委婉請求全員刪除手機內早年線下聚會、校園合照、出遊素顏舊照，刻意清空全網早年原生容貌影像。繼被入行之後，容貌對比爭議。呢類校園坊間爆料無法100%實粒取證，冇直接聊天記錄佐證真偽，但娛樂圈容貌調整一向難以永久遮掩。高清熒幕鏡頭冇內鏡嘅冇修圖足以放大所有五官細節變化。與此同時，網友對比同台 TVB 女星樣貌，直言古佩玲五官走勢、眉眼氣氛感、面部輪廓逐步貼合圈內一位知名氣氛感女星撞臉觀感愈發明顯，進一步放大容貌爭議。多重負面標臨疊加之下，古佩玲路人緣貼底固化，大眾提起佢，第一聯想永遠係資源價強行加戲，面部僵硬整容變臉，冇任何正向角色路徑中。觀整件事，全網輿論麥勒大眾對古佩玲嘅之情緒一向複雜，並非純粹惡意網暴。一部分資深劇迷在意10年劇集情懷，新藤雄心如意難平，新藤原配情侶被拆，新藤一眾老演員邊緣化。一部分行業網友睇透 TVB 星台，明白佢只係台內斷層捧新人嘅工具人，並非全部過錯源頭。仲有一部分普通食瓜網友聚焦選美唔公平、容貌造假、特權資源，堅守對娛樂圈公平性嘅執念。娛樂圈流量邏輯一向直白。爭議可以快速換嚟熱搜曝光專屬資源，但係爭議永遠換唔到觀眾發自內心嘅偏愛同認可。黑紅流量終究無法轉化為角色口碑。一回望古佩玲短短6年演藝路，由空降港姐奪冠到常駐長壽劇霸屏，手握同期新人夢寐以求嘅頂級資源，一路順風順水，但亦一路負重前行。全網對佢嘅要求早已無關家境身世，無關後台人脈，無關容貌係咪微調大眾最過數嘅期待，從來只係睇到貼合角色嘅演技，尊重群像嘅劇本。平等公平嘅行業資源，對於身處論中心網嘅佢嚟講，當下所有非議盡罵偏見，本質都係大眾對其叫悶能力不足嘅失望。TVB 聚光燈可以短期偏愛一個人，資本資源可以短期保居護航，網絡議論熱度終究會隨劇集收官慢慢消散。家世紅利、醫美顏值高層偏愛，全部都係演藝路上嘅附加百夫，從來唔係立足行業嘅核心底氣。娛樂圈殘酷且公平大浪淘沙過後，能夠長久被觀眾記住、被行業尊重撕掉所有負面標籤嘅，永遠係共情力十足、打磨用心嘅經典精幕角色。如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正式落幕，呢場長達數年嘅劇組資源紛爭，亦即將畫上句號。
卸下素素呢個爭議角色之後，先係古佩玲真正重塑口碑嘅開始，往後唯有沉下心打磨台詞，功底優化面部演戲表情，接六立處論，建議適配角色深耕演技，唔靠劇本偏愛，唔靠人設掠奪，唔靠強行加戲出圈，踏踏實實塑造全新獨立角色，先可以慢慢消解全網積禮多年嘅偏見。待到未來某日觀眾提及佢姓名時，忘掉資源特權，忘掉任莫加戲，並忘掉容貌非議，只記得鮮活立體嘅銀幕人物。如今所有鋪天蓋地嘅非議，先會真正蟹變為演藝成長路上嘅選章。而喺呢個之前，佢依然要坦然面對屬於自己呢場漫長而冇解嘅輿論考驗。